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初9，雅各书1章21节安尼讲，所以要消除一切拉散的习惯，甲灌满的邪恶。要用温柔的心接待迄个种伫恁心内会当救恁的道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消除拉散的习惯，甲灌满的邪恶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荣耀的上帝，你是全能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主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你的信息直到万世代，主啊！愿感谢你，赐落你的恩典甲怜悯，互阮因着耶稣基督，通甲你亲近。主啊，愿称颂你，学乐你，因为你是赏赐阮活命的上帝。主啊！伫阮的生命中，常有软弱甲过犯，有时心中存着骄傲、苦毒的念头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、赦免阮、清气阮的心，帮助阮除去一切拉散的习惯，甲灌满的邪恶，求你互阮离开歹，互阮用温柔的心来接纳迄个种伫阮的心内，会当救阮的道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